说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比较一寡古早甲现代有精彩的俗语。第一，有历史的比较；第二，有地理环境的精彩。头一句咱来讲都市人惊食，草地人惊掠。煞毋知影讲都市人在草地人的看法讲吼，迄食头路的一月去总赚无几元。啊，阮草地无共呢，来，我遮吼，鸡啊家己饲的啦，甚至讲菜，家己种，家己烤，家己挽的。我做你安尼，尽量甲你招待，请你拢毋免惊啦。毋过都市人吼，迄月期固定的啊，你若安尼加甲大2工啊啦，伊足惊你食啦。在草地角度咧看，都市是安尼生。啊，若都市的角度咧看咧，讲迄个草地人，连大船放流都毋捌看，所以吼，干那迄个地无啊，国情莫讲地无啊啦，对啦。我要讲警察大人啦吼，警察大人来因兜安尼拍门，敲，啊，某美人有伫个无？惊甲骹手把落出，无地去面。事实啊，警察大人来要对户口的尔。所以草地人惊掠，毋是掠人的意思，是讲吼惊官厅派人来掠啦。当然，这有时代精差。这个古早的俗语，即马讲出来是敢若当作拍俏谈的。都市人伊也袂惊你食，草地人即马眼界真广阔，啥物代志场面毋捌看过，嘛无咧惊你掠啦。啊，讲到草地，讲到内山比较，来个先讲第二句，原来古早的俗语，即句讲我在担茶入内山，煞毋知影讲吼，你担一担茶入去，要甲内山的亲戚讲，我惊讲恁遮无茶，去互笑讲，阮遮内山别项无茶上普遍，担茶入内山，即叫做假牙假啊，或者假做的就对啦。当然，咱是好意去拜访人，毋是要找人冤家。啊，若找人冤家去到人兜咧，搁一句古早俗语，即句讲做入济无刣人，这就是山济意思。即马你嘛袂去称呼讲阮兜吼做山济卖啦吼，总是即句古早人咧讲，简单就是可比咱戏台顶一句戏文讲，两国相争不杀来赛。你已经来到阮兜啊，啥物代志？我爱让你讲情理。我袂用你讲要拍要字，我主人家就要有主人家的风度，所以安尼叫做入济无刣人。我先惊你甲你整理，这种古早的俗语话，现代若要照讲，咱就要理解原底本来的意思。